来看高雄捷运黄线的机场通报工程，伫去年10月底动工红线的小港林园延伸线嘛，伫去年9月底核定通过。也毋过，这个标案伫这个月初6因为无够3间厂商来投标，所以流标。捷运局是表示讲，可能是最近欠工欠料，物件拢起价，造成厂商无啥意愿来标。等10多年，高雄捷运黄线机场通报工程伫去年10月底正式动工，发出指控至8年要完工。土建通报工程也伫今年7月初5分3标办理招标，想要到初6开标了后，因为无达到采购法规定，头一届招标需要有3间以上合格厂商投标，因为安尼先就来流标。因为未达3家，所以我们机关里面会来尽快的再来提出我们的第2次的一个公告。那第2次的公告的话，依照采购法的规定，只要1家以上的一个厂商来投标，这个来开标。第2届招标只要1间以上厂商投标就当开标，捷运局乐观看待。不过，因也分析这厂商投标意愿无悬，恐惊是受到俄乌战争、欠工欠料，也个不价起价等因素影响。毋但黄线3标去年9月23正式核定的红线、小港林园线也同款问题来流标。捷运来，我们要去高雄市比较方便啊，不用等车。等车的时间就很久啦，因为我们这边交通真的很不方便。希望是绝对有的啦，承办的业务人员你要去深入，到底为什么厂商会觉得没有兴趣？是不是要多方面去考量一下？里长是真失望，自较早以来，林园往回市区毋但路途遥远，部分路段还要经过石化工业区，和大台车三钱是真危险。里长也希望是政府中心检视这标案条件，伫工程安全等方面，和厂商的利润之间做一个调整，让工程会当顺利招标，机边也有一条安全的公共运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